兄弟啊，论到咱的主耶稣基督降临，甲咱要甲伊迄边自集，我劝恁无论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名的书信，讲主的日子，现在到了，毋通轻易动心，也毋通惊吓。人无顾用啥物方法，恁总毋通被伊诱惑，因为迄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迄个大侪人，就是沉沦之主显露出来。伊是地动主，高抬家己，超过一切称为上帝的，甲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伫上帝的殿来自称是上帝。我也搁伫恁迄边的时阵，捌甲这个事讲互恁，恁袂记哩吗？现在恁也知影，迄个阻挡伊的是啥物？是叫伊到了的时阵，才会当显露。因为迄不法的瘟疫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阻挡的，等甲迄个阻挡的被除去。迄时，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。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伊，用降临的阳光废掉伊。这不法的人来，是照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、神迹，甲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伫迄边沉沦的人身躯顶行各样出自不义的诡诈。因为因无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互因得救，所以上帝就互因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因信从虚谎，互一切不信真理、颠倒喜爱不义的人，拢被定罪。主所爱的兄弟啊，阮本该常为恁感谢上帝。因为伊对起初竞选了恁，叫恁因信真道，搁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就已得救。上帝照阮所传的福音，调恁到这地步，好得到咱主耶稣基督的荣光。所以兄弟啊，恁爱徛立得稳，凡所领受的教示，不拘是阮口传的，是批上写的，拢爱坚守。但愿咱的主耶稣基督，甲迄个爱咱、开恩将永远的安慰，并美好的望赐予咱的爸上帝，安慰恁的心，并且伫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恁。